台语真认同，愈讲愈认同。大家好，关边。大家好，我是云酸。咱前几礼拜吼，讲出一个网络顶悬奇奇怪怪的代志。网络顶悬吼，就是社会一边行，只是网络顶悬的人，拢搁较敢讲话，讲话拢较红声，对啦。而且吼，最近搁出现一件代志吼，真正互咱遮的人吼 keep up 啦，就是讲吼，有人伫 PTT 顶悬吼破文呐。你讲的是毋是拿到着试边甲我讲的迄件代志？伊家己是即个圈子内底，所以伊看到足受气的。伊迄个报文吼，就是讲吼，伊要找人来翻译，要求的条件就是讲，迄个人爱台语的检定吼，爱4万的程度。对，即个4万的程度，我甲观众朋友讲4万的程度到底是安怎？你若是要去国校啊，或者是去国中、高中做台语的老师，爱通过 B2 是中高级，所以4万是比中高级搁较悬的。结果迄个业主，伊敢若讲一个字哦，翻做台语一个字0.6块。后来下骹就是有真侪做过即项头路的人，就伫下骹讲，其实安尼是无啥合理的，因为像因咧做翻译的时阵，因拢讲一个字差不多是爱3块。其实吼无合理的所在伫倒，迄个人吼，阮若要翻译范本吼是华语，要毋过其实吼伊本册叫做啥？老人甲海即本册原文是英语的，嘿，是海明威写的。翻译的人伊就爱甲英语先摕过来看，因为英语翻做华语，语境可能就改变啦。啊，你华语搁要翻做台语，原文的意思搁差愈远。本地你一个语言，伊原本用啥物语言来写，都有伊迄个语言的语境或者是文化。你看吼，翻译的空头路吼，遮尔歹做，啊一个字0.6块，足糟蹋人啊！之前讲到的迄个小王子，伊就是法文翻做台语，你看你爱开偌济时间？而且你咧翻台语的时阵，你搁爱想讲，到底用啥物俗语？嘿啊。拄啊好啦，迄个人吼知影悔改啦，好骂了吼，迄个人吼就开始甲伊的原本的破文0.6块改做3块，啊，迄需要的人才级别吼嘛改做 B2。你是嘛真感谢这个优质，因做过这个头路，然后搁愿意跳出来替人争取这个合理的条件。其实网络破文吼，其实毋单单即个尔，其实我家己嘛捌看过一个寡吼，真正足无合理的破文，要请人种破文，我就捌伫个民车社团内底吼，就有人咧请临时演员去迄个繁华的街仔路，啊，足侪人行来行去嘛。安尼有偌济钱？我跟你讲，无钱，互你便当、交通费嘛，家己负责。其实我真正嘛有做过临时演员，伊佫有互我一天500块。有淡薄仔价值一点。对啊。你讲无爱互人钱，这讲会过。是。不过总共一句也是真感谢社会上有这个愿意出来替人赞声的人。共款看你做这个头路的人，伊拄着这款状况，你出来看伊徛做伙，替伊甲这个该有的迄种待遇吼，甲讨来。后一道你拄着共款的情形，就有人会徛出来帮你讲话，爱发挥正义感。是，所以甲这种无正义的代志，请人想要免钱的这款代志，甲泡败。好，后回这个时间继续去看咱的台语真认同，拜拜。